唐太愛僭建，起2萬尺天宮。我就話我想起一個好開心、好溫暖嘅屋企俾我先生同我細路哥。為頭家，唐太掘咗個2000尺窿建唐宮；為外家，今次就玩向上發展啦。出身紡織世家嘅唐太，阿爸係有一代善王之稱嘅郭正達，佢創辦嘅華達紗廠，唐太一直有份幫手打理噶，仲擔任埋公司嘅聯絡人。公司巴閉到連 Gap 同 Levi's 都係幫襯佢哋噶。郭家喺荃灣德士古道擁有全棟廠房同旁邊10幾層高嘅大廈，廠房外面仲印住旗下品牌金泰線嘅 logo。睇翻圖則，咦？呢棟廠房原本只得3層嘅啫噃，但係喺現場睇，哇！憑空多咗第4層啊，幾乎遮晒成個天台。僭建出嚟嘅呢一層係用石屎建造，密封式設計，唔止有出入口，仲接駁埋喉管，估計超過2萬尺。哇！10個唐宮咁大啊！我哋踩上金泰線 office 度問：你哋公司喺德士古道嘅廠房咧，就有僭建物。唔清楚喎，對唔係嘛？住啊。咁你哋會唔會有同事清楚？係啊，冇啊。冇啊。當區區議員話，10幾年前已經見到金泰線有第4層，但係唔知係僭建噶。金泰線嘅生產線搬翻晒上內地，據講呢一度已經停產，只係用嚟做貨倉。唐太同老公去咗美國探女，揾唔到佢回應。金泰線出名到喺日本、馬來西亞都有生意，雖然公司冇上市，但係國家依然賺到盆滿缽滿，估計身家有成幾十億啊！郭正達68年更加同唐英年老豆唐長千合股創辦半島針織，撮合唐太同埋唐糖青梅竹馬結為夫婦啊！